艺人贾静雯和前夫孙智浩所生的13岁大女儿 Angel 吴桐妹，经常透过 IG 分享点滴。不过平时温顺的她近日竟罕见动怒，原因是她因为在另一个私人账号骂脏话抒发心情，疑似引来非议。吴桐妹爆气反呛网友骂脏话又怎样 ？Angel 吴桐妹近日开了另一个 IG 私人账号。他在该账号介绍上写到，里面基本上都是我的日常，会比较长 P 哦，好奇的话记得去看看哦。随后他在 IG 发了一则限时动态，表示 Holy fuck TMR we have school 20明天要去上学，抱怨开学的无奈心情。也许是被网友批评不能骂脏话，过没多久，吴桐妹又在原本的 IG 账号上爆气反击，骂脏话又怎么样？我说过了，那个是小账，我的私人，我私人爱骂脏话就骂脏话，不行吗？有网友以为吴桐妹账号被盗，她还特意澄清讲了多少次我没有，回了很多人我账号没有被盗，为什么你们就看不懂呢？